嘉义县台语家庭培训的计划课程以国家广播博物馆的历史背景、建筑设备，佮有广播的技术来设计台语导览的课程，是真有意思。咱们做伙来看卖。你讲听，为啥要互伊听？伊就是要互伊听讲，因会做兴趣的，所以大家都是咧震惊。用台语来绍介国家广播博物馆伫战争迄当阵的工人甲发生过的历史。嘉义县台语家庭的培育课程，以国家广播博物馆做主题，要用台语来讲较早声音的故事。这次是因为参加台语家庭的活动，然后进来这边参观，然后才发现有一个这么历史保存这么好的地方。袂歹啊，会当互囡仔学习搁较济的台语啊，因为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中正大学表示，配合国家广播博物馆，这个月拢总设计9节台语导览的课程。除了讲历史的故事，嘛要来绍介内底设备甲广播的科学，希望社民众为认捌在地历史的方式来学习台语。若会当甲咱的生活经验结合做伙伊的效果会较好，而且伊的民气嘛会较深伊对迄款的乡土认同迄款的不知不觉之间伊就迄款的培养出来啊。除了台语的导览以外，课程嘛有设计手作的体验，互民众家己设计台语家庭的品质，毋若加深对课程的印象，嘛会当提醒因伫生活中会当开喙讲台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